今日又去咗邊呢？就係後邊呢個阿沙希嘅啤酒妙思人啦。有冇人知原來係1889年就有阿沙希嘅，係1958年嘅產品。罐啤酒係用罐口刀開嘅。1970年，以前嘅啤酒樽咁鬼死靚嘅喂，呢個就係阿沙希第一支嘅支裝啤酒。哦，幾鬼死靚喎又真係。其實我想講，你淨係睇佢啲啤酒罐咧都幾過癮。而家準備入去睇翻場戲先。咁其實呢度好搞笑嘅，佢有個導遊咁帶你周圍行咁啊，行勻成個館都幾得意，一個導賞團咁咯。咁睇完呢個介紹嘅影片之後呢，咁啊正式進入呢個參觀啦。咁佢呢個導賞團呢，基本上就係由啤酒嘅原材料，然後點樣去製作，點樣去包裝，一步一步咁介紹俾你聽。咁其實沿途嘅裝修呢都非常之靚噶，仲要玩埋 VR 添。咁啊提大家啦，如果要嚟呢度嘅話呢，真係一定要網上預約，亦都真係可能要預早成1至2個月去預約噶。咁價錢係非常之平，1000yen就搞掂。成個導賞團再加埋最後尾有得飲酒嘅時間呢，就差唔多90分鐘。1000yen包2杯啤酒，臨嬲尾仲送隻玻璃杯，真係抵到黐線啦！後邊仲有個 4D 電影噴晒煙咁俾你睇下添。喂，條片好似有啲長喎，睇埋第2 part 啦。